唱歌最讲究就是说，好像说呼吸，谁都说好像唱歌要有呼吸的支持，但真正就是说你在你身上你感觉到的，就是说它真正正确的支持的力量，就是说这个力量是到底是怎么用？这样说啊，我对这个呼吸是最基本、是最根本的东西，对吧？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像就是就说。就是我从来就没有就说坐那就站那就练你的呼吸，就是憋足了一口气慢慢吐什么，我没有这么练过。那我的确没这么练过，因为什么？有些时候你会撑着，都是在练声的时候就特别小心，这就是一个音都不放过，就一个音这个音那个音，你就在这个过程就慢慢没调上去就过不去。这就是为什么最后跟老师打架，哎呀不耐烦了，完了后就闹就哭，就是因为我哪追人从这到这就都过不去呢？你听录音你就明白，的确是这样。所以说你这就是慢慢的就特别小心，因为有些人咿呀咿的唱到这了，咿呀，哎呦，我这哎就有毛病了。我有人就找过我说，哎呀，我一到这个 high C 就出问题什么的。哎呦，那你的高音怎么唱？我从来不知道我高音怎么唱，我觉得。还是第一个音，你一张嘴就把它弄顺了，就跟那盖楼一样。你那个这个叫什么地基，你就非常结实的把它弄好了。你盖多高都没事儿，刮的风它还在这，你那就是材料不好，或者是就里边土松了，或者怎么着了，那是不就过两天不就倒了吗？我觉得一样的道理就都全通，特别简单。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真的什么奇迹都没有，就是要特别小心，就是每一个音。你看立刻就已经开始出来了。就保持什么呢？我感觉我呼吸的状态啊，我感觉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学的时候就说，你要保持一种吸气的状态。什么叫吸气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说，或者打哈欠就打的那种，不要打哈欠，因为我容易你习惯于用这个嘴去做很容易到你的嘴唇上来，就在口腔里头乱折腾，知道吗？这样的话你不是老出来吗？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呢，保持一种就要打，这要打哈欠的时候，打之前就那一刹那，就把那个就是一种吸，就是深呼吸以后，鼻子跟嘴一起一起对吸，知道吧？因为什么？你说这个气没吸进去，吸出去了，给卡在这儿了，已经卡住了，高了，就是所以呢，用嘴跟鼻子一块儿。你离我这么近，你听不见我的呼吸声音，对，是吧？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就第一个音儿，而且呢，一定要人走在你的脑子，要走在你的这个前边，就是走在声音的前面。呀，就已经晚了，因为我已经都准备好了，所以呢，我就可以最后到什么程度呢？我还没出这个声音，我的状态我就知道，就说我会出什么样的效果，我都能预计，我都能想象得到，出来准是这样的声音。哎，坏了，肯定就坏了。好，肯定说最后你就说多少年的磨，就磨呀，就能磨到最后，你还没出声，你就知道你会出什么样的声音。哎，就说慢慢的，我就不知道，我是没有坐在那儿拿根蜡烛就在那噗，没有，但是我用歌，比如说《阿维玛利亚》。阿维玛利亚这个歌我从不知道几年级就唱，一直唱到现在。当时我们都有录音的，我这个人耳朵还不算坏，但是老是那个音偏低。老是唱着阿维玛利，老是在这中间就晃悠。人说音不准，实际上这个就是我唱了很多年，老是就一会儿那不准一下，一会儿这，因为它很慢，这就要你的气息要特别的匀。哎，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有时候我们就是拿歌，他老是怕你僵了。我也没唱过什么孔孔啊啦那个没唱过这样东西，就是拿歌用你就带着情绪一块儿就这么唱，一块儿走，就是那呼吸你把就死掉了。完了，它不是有渐强渐弱吗？你就慢慢这个过程是什么过程？就是呼一吸的过程，有一个对抗，就是说你呼进去后，你要出声啊，你往外送，它就呼出去了。但是它肯定你唱着它就慢慢会出去，但是你就有一种那个刚才说的那个打哈欠那一下，完了以后感觉往里吸，完了以后你这儿吸，它这儿走，就是
这样一个过程就出去了。这个渐长呢，也是在这上面走，还在走，就是第一句就要把它我们叫落底儿，就要放在气儿上，就非常小心，这样，而且不要就不行了，哎呀，我的气儿出去了，不够了，所以就是一个调整，就慢慢就让它一口气，就是说气那个吸好的话，你用不着那么大的气，就细细的有一个气柱，哎，就好像就有一个伞似的，完了后有一个气柱，轻轻的就是往上走，完了后这个伞呢就往这儿拉，你往这儿走，这么走，这样就深，完了后就你又在腔体里头，它位置就高，就这就过去了。所以呢，还有这个就是啊的那些地方，就是字还在永远在一个地方，就是说要贴在你那后咽壁上也好，是这小舌头后边也好，这你自己去感觉，或者有人说从这儿出字也好，你就去感觉各种各样的，你感觉就说你放到了腔体的里边，完了后就在那边又出去了。这样的话呢，音乐上一听呢就白，就不连你不连贯的就对不起，我现在也没练声，这几天非常累，但是没关系，听意思就是说啊，就是你永远的就不停的维玛利亚，好把那一句唱完，这就就搁进去了。这就是不讲究，就是从头就拿上任何一首歌的时候，就是要非常小心的，一个字一个音符的都要给它唱的，哪怕是正正方方，也要这么练。日久成习惯了，你拿到一个东西，你就会养成这样的习惯，实际上你节省了很多的时间。所以这个阿维玛利亚我至少唱了很多很多年，最后我录音的时候就只录了一遍，因为我觉得唱完以后说，我第二遍肯定唱不出这个情或者这种感觉来，就不录了。万一哪天我们就是这个真要出唱片的时候，人说，哎呀，好像有点问题，就没得可接了，因为就一遍。这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长期一点一点磨合的结果，最后达到这儿。实际上我为什么偏低了呢？那时候或者是就不稳，这就是那个你那个气息啊，这呼吸跟你这个腔体这个就是比例调整和保持的状态，就是你得把它调平，这个就是磨合，慢慢磨合，让它，因为从你不会用到慢慢去接触。这就是老要噼里扑噜进出嘛，到慢慢让它要保持这种状态，最后到你真的就不稳，一张嘴就可以到那儿，差不多到那儿的时候，你才能出这么匀的声音，这么一匀了呢，那音乐上也就开始就连贯了。这个时候你就别忘了音乐，你开始同时把音乐一定别忽略了，因为最后我们还要唱音乐，而且把字儿，因为字儿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个阿维玛利亚，阿维玛利亚就容易就掉出来。我成天唱，我说阿维玛利，因为你踏着音还在这使劲这往上看，但是因为你的咽关你不习惯，就是始终要保持，它还在那在那挣扎着，要想抬完了以后保持不住还掉下来，这就慢慢调。可能就是说有好多唱歌人觉得好像有人觉得这个人唱歌好像音准不好，其实不见得是他耳朵或者嗓子，就是他的呼吸出了问题，对，这才导致他好像声音或者是比如说那个搭配的就是不匀，偏低啦，或者说听的这声音冒高了，可能都是因为是对就是呼吸的。对，有些时候你唱完了后挤得就感觉就特别高。我也有过偏高的时候，有时候稍微就是说该进的地方没进去，没注意到说也有点偏高，就有点炸，也出这样的声音。